欢迎收看《台语一年档愈讲愈连档大家见面。大家我小杰，咱顶回有介绍一寡戏剧，较古早一点嘛。是，咱佫有介绍讲，你会当去对甲看，譬如讲一寡 YouTube 频道啦，等等。毋过咱即摆吼，咱来介绍一寡可能历史的背景，佫有一寡故事做新式的。咱经三出来介绍。是，即届竟的这三出吼，就是华丽价程车行、盐水大饭店，佫有勇气家族这三出。因分别是咧讲吼价程车行的故事，在讲迄个政治东华运动迄段历史的成败的故事，佫来最后就是咧讲迄个外台名戏的故事安尼。头先咱要来推荐的，就是这出华丽价程车行。华丽价程车行吼，伊是陈俊文先生的作品。伊原本的名叫做《华丽价程车》，伊为这个册内底改编的。陈俊文先生因兜吼本地就是讲吼，伊是开客程车行，华丽吼是车行尾仔的名。拄开始的时阵吼，陈俊文先生因爸就是党的，因母就是党娘。伫咧看即个车行大细项代志是因爸阿母是一开始两个人咧看的。因即个车行的工课就是讲吼，伊专门放车去用迄个运奖的去赛，嘛会替迄个运奖去敲迄个。驾照啦，伊的生活等等的代志，所以吼有一寡做侪俱乐必说的代志。是，为着要尊重做即道的运将，因拢会称呼这个运将叫车主，表示讲吼，即个运将才是真正咧赛车的主人。毋过咧。这个运将伫咧外口赛车时阵，有时阵可能嘛会拄着一寡问题，可能去弄着去钱着是讲伊顾三顿有困难时阵，车行就会出面来替因化解安尼。是改编做戏剧华丽价程车行吼，伊毋单讲吼，伊是以家己市内佮车行做背景，主要是以车行一口罩佮车主伊的人生做中心，来讲因安是去安怎行走车纸啦。佮有因安怎面对命中的劫数，戏搬到今嘛，因上方学落的讲，伊家己在地走车的生活，讲甲做有路的，描写甲做好看的，做有感觉的，伊嘛有甲台湾迄时阵人情世事描写甲做有路的，互大家讲袂歹看。过来，这出就是盐水大饭店。这出戏咧，伊是对东华运动、农民运动的成败，戴金尧姚白伊的工名传记落去做改编的。伊爱注意哦，伊的册名甲伊的剧名内底盐水是食饭配盐迄个盐水，都毋是地号名迄个咸水安尼。为什么要安尼号名咧？是因为吼，我1980年代迄个时阵吼，迄阵的政治犯也当作互关伫咧监牢内底。迄个时阵吼，伊有当时就是一顿有一顿无一顿的，有当时伊会当食迄白饭，顶段浇盐水安尼。所以就才安尼好即个名。是。伊伫咧改编的剧集当中咧，伊的男主角是高雄桥头伊在地的人，叫做李文卿。因兜原本是咧做菜起家安尼。虽然尾伊是伫咧中油食头路，毋过吼，伊对即个遮的劳苦的大众因的生活足艰苦困难即个情形吼，伊是真有体会安尼。文卿吼，伊甚至去专门去对人去游行去听迄东华的一寡演讲，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身躯边的油脂吼，拢互迄警察迄时阵一项物件叫做点油做记号，经过因吼毋通去宣传啥物民主人权遮个代志，无吼就互因饲笑。所以讲，伫咧受自由观念启蒙的即个过程当中文卿甲伊的兄弟拢是无钱无势的人，有的人吼甚至是讲已经走到伊就是有路无厝，无通转去安尼。毋过吼，伊嘛是会去丢度就是讲，也是我过去也是转去定过日子，嘛是也是，毋过嘛是心内是讲，无我应该爱徛出来去维护我家己的权益安尼所以讲吼，盐水大饭店在讲的就是即款足现实的人性安尼。搁吼，才会伊去度过东华运动家乐生活的滋味安尼。是，刷来要讲的就是勇气家族。勇气家族吼，地位是刷来花市要报的一个戏剧。这出戏吼是对单甲一个伙仔吼来讲戏班做外台戏，
啊，佮有讲吼户外公演的伊的精神。嘿，女主角吴桂英吼，伊含伊的原底含伊的翁婿晋赏吼，做伙经营宝英社歌剧团。嘿，请养3个囡仔大汉，也毋过伫咧20当前哦。迄个晋赏吼，无说你去出车祸去弄着，就变成看厝邻的人英勇两价。啊，尾来就敢若剩桂英一个人嘛，啊，佮有伊就甲戏班内底做迄个头手的秀芬，啊，佮有爱惜因3个人就甲即个剧团安尼欢起来，啊嘛甲3个囡仔安尼粒请养大汉。啊，毋过吼，其实讲桂英伊一直无法度甲翁婿死放下，伊嘛对伊的查某囝一直有一个心结安尼。所以勇气家族伊在讲的就是讲吼，即个单甲一个伙仔要安怎去透开伊的心结，啊，去甲即个歌戏杀去大舞台一个故事。所以讲吼，无论是哭出还是笑开吼，对因来讲拢是生命的一部分安尼。我嘛是上推荐的，就是盐水大饭店，因为我感觉吼，熟悉这段历史对你看台湾即卖社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啊，若是对这段历史无熟悉的，可能是较细汉囡仔，嘛是会使去看这部戏，学台语嘛，学历史安尼。是，安尼后下这个时间继续看台语节目，拜拜。